迎嚟臨我嘅頻道，我叫子欣。呢個頻道以粵語簡約風慢慢講書，分享文學、心靈、人生、哲理、讀物，拆解文字入面嘅溫柔與智慧。事不宜遲，準備開始。今日講嘅書《原子習慣》（Atomic Habits） 是詹姆斯·克里爾 （James Clear） 所著的一本暢銷書。核心觀念在於微小的改變能帶來巨大的複利效應。這本書不僅是理論，更提供了一套具體的架構——行為改變4律，來幫助人們建立好習慣，戒除壞習慣。以下是書中的4大核心精髓。第一部分：引子，複利嘅威力。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頻道。今日我哋要傾一本可能係呢10年嚟對全球影響力最大嘅工具書——詹姆斯·克里爾 （James Clear） 寫嘅《原子習慣》（Atomic Habits）。好多人問我點解我已經好努力改過，但係3分鐘熱度之後，生活依然係一成不變。其實問題未必係你意志力唔夠，而係你個系統出咗事。我哋首先睇一個數學公式。如果你每日進步1%，一年之後你會強大過依家嘅自己幾多倍？答案係37倍。相反，如果你每日退步1%，一年之後你嘅能力基本上會歸零。呢個就係所謂嘅習慣複利。習慣就好似複利滾存一樣，短時間內你睇唔到分別，但係時間一拉長，嗰種差距係驚人嘅。大家想象下，一架飛機由洛杉磯飛去紐約。如果起飛嗰陣機頭只係偏咗3.5度，最後佢會降落喺邊？唔係紐約，而係華盛頓。現實生活都係一樣，一個微小嘅習慣改變，足以將你帶去完全唔同嘅人生終點。所以今日我哋唔講咩遠大目標，我哋只講原子，即係最細最基本嘅改變單位。第二部分，點解努力會無效？潛能壓力期。好多人放棄習慣係因為佢哋跌入咗失望之谷。你想象下，你面前有一嚿冰，溫度係-2，你努力加溫-4度、-4度、-2度，冰完全冇反應，你會覺得自己白費心機，對唔對？但係當溫度由-1度去到0度嗰一刻，之前嗰幾度嘅努力有冇白費？冇，只係儲存緊習慣嘅成效，往往係滯後嘅。你需要突破嗰個潛能壓力期。所以如果你依家努力緊但未見成果，唔好灰心，你唔係失敗，你只係積累緊。記住作者最核心嘅一句話：你達到唔到目標，唔係因為你唔得，而係因為你個系統不如人。贏家同輸家往往有同一個目標，分別在於邊個擁有更好嘅微小習慣系統。第三部分，最核心嘅秘密，身份認同。進入核心部分，改習慣有3個層次。第一層係改變結果，例如我要減肥；第二層係改變過程，例如我每日去跑步；而最高層次，亦係最關鍵嘅，係改變身份認同。好多人戒煙會話我戒緊煙，呢句話暗示佢依然係一個食煙嘅人，只係努力緊唔去做。但係如果你話我唔係一個食煙嘅人，呢種身份嘅轉變會令你嘅行為自然配合你嘅新標籤。每一次你執行一個微小習慣，你其實就係為你想成為嗰種人投下一票。如果你今日讀咗一頁書，你唔係淨係讀咗一頁，你係為讀書人呢個身份投咗一票。如果你今日舉咗一次啞鈴，你係為健身人士投咗一票。當票數累積到一定程度，你嘅信念就會徹底改變。所以唔好再問自己我想得到咩，你要問自己我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，然後用微小嘅行動去證明俾自己睇。第4部分，第一律，讓提示顯而易見。好啦，我哋依家講具體操作。行為改變嘅第一步叫提示。如果提示唔明顯，習慣就冇可能發生。我有2個招數俾大家。第一招叫習慣堆疊。公式好簡單，喺現有習慣之後，我會執行新習慣。例如你每日一定會沖咖啡，咁你就設定沖完咖啡之後，我會冥想1分鐘。將新習慣寄生喺舊習慣上面，成功率會大大提升。第二招叫環境設計，你要將好習慣嘅提示擺喺正中間，將壞習慣嘅提示藏起來。想多啲練吉他，唔好將吉他收喺盒入面，擺喺櫃底，要將佢擺喺客廳正中間。想少啲睇電視，
將遙控器放入櫃，甚至將電視插頭拔咗佢。記住，環境往往比意志力更重要，因為人類係視覺動物，見到提示，大腦就會自動啟動程序。第五部分，第二律，令渴望具有吸引力。講完提示，我哋嚟到第二步，渴望。點解有啲嘢你一見到就想做？例如睇手機，有啲嘢見到都想拖，例如做瑜伽。關鍵在於多巴胺。科學研究發現，大腦喺預期得到獎勵嗰陣分泌嘅多巴胺，甚至比真正得到獎勵嗰陣更多。換句話講，渴望先係推動你行動嘅引擎。咁我哋點樣利用呢點？第一招叫誘惑捆綁。你要將需要做嘅事同想要做嘅事擺埋一齊。我舉個例，有個工程師好中意睇 Netflix， 但佢又想做運動，於是佢改造咗部室內單車，寫咗個程式，只有佢踩單車踩到一定速度，部電腦先會播 Netflix。如果佢停低，氣就會斷。結果佢為咗追劇，不知不覺踩咗幾個鐘。你都可以咁樣做。例如規定自己只有喺聽緊英文 podcast 嗰陣，先可以去飲你最中意嘅嗰間咖啡。除咗個人層面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，社交頻率。人類天生有一種渴望，就係融入群體。如果你身邊嘅朋友全部都係運動狂，你自然會覺得做運動係好正常、好有型嘅事。所以想養成讀書習慣，去加入讀書會，或者去圖書館坐。如果你想養成嘅習慣喺嗰個群體入面係一種常態，你就會好容易堅持落去。第六部分，第三律，令回應輕而易舉。嚟到第三律，呢個係我最中意嘅部分。點樣將行動變得輕而易舉？好多人失敗係因為一開始就定得太難。例如，我聽日起要每日跑1個鐘，結果第一日去完，第二日全身酸痛就放棄咗。作者提出一個神技，叫2分鐘法則。任何新習慣開頭嗰陣都應該喺2分鐘內可以完成。讀一本書變成讀一頁，做30分鐘瑜伽變成鋪好塊瑜伽墊，執屋變成執一件衫。你可能會覺得讀一頁書有咩用啊？但你要明白，習慣嘅重點係先求出現，再求表現。你首先要將嗰個行為變成人格化嘅一部分，你先有機會優化佢。如果你連出門口住跑鞋都做唔到，你根本唔使諗跑馬拉松。另外，你要學識減少阻力。點解你會成日玩電話？因為電話就喺你手邊，阻力係零。如果你想少啲玩電話，你可以試下將電話擺喺第二間房，或者刪除嗰啲令你分心嘅 app， 增加壞習慣嘅阻力，減少好習慣嘅障礙。我識得一個人，為咗令自己朝早肯去健身，佢前一晚會着定運動衫瞓覺，咁樣佢一醒就已經準備好，連着衫嘅阻力都慳返。第7部分，第4律，令獎賞令人滿足。最後一環係獎賞，前3律係增加行為發生嘅可能性，而第4律係增加行為重複嘅可能性。我哋嘅大腦係喺大草原進化出嚟嘅，佢偏好即時滿足，食件蛋糕即刻有甜味，打場機即刻有分數。但係好習慣通常係延遲滿足嘅。你今日去健身，唔會聽日就有腹肌，呢個就係最難嘅地方。所以我哋要人為製造即時甜頭。例如，你每慳返一餐出街食飯嘅錢，你就將嗰筆錢轉入一個叫旅行基金嘅戶口，見到個數字增加，你就會有一種即時嘅快感，令你覺得唔出街食係一件有回報嘅事。仲有一招好有用，就係習慣追蹤表，喺月曆上面打大交叉，呢個動作本身就係一種獎賞。當你見到連續10日都打咗交叉，你個大腦會唔捨得斷咗嗰條線，呢個就係視覺成就感。但係記住一個原則，唔好斷2次，Never miss twice。我哋都係人，總會有病有急事，斷咗嗰日，斷1次係意外，斷第2次就係新習慣嘅開始。所以就算今日狀態幾差，就算只係做一下掌上壓，都要維持住嗰個節奏。第8部分，進階，由優秀到卓越嘅秘密。影片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進階嘅觀念，點樣長期保持進步。當一個習慣變咗自動化，雖然好省力，但亦都好容易停滯不前。
作者提到一個金髮女孩原則 （The Goldilocks Rule），當一個挑戰唔會太難，令人挫敗，又唔會太易，令人覺得悶，啱啱好喺你能力邊緣嘅4%到10%左右，你最容易進入心流狀態。如果你覺得做緊嘅嘢開始悶，就係時候增加少少難度。習慣係根基，而刻意練習先係令你變成大師嘅關鍵。最後，想同大家講，人生唔係由嗰啲一生一次嘅大冒險定義嘅，而係由你每日重複做嘅小事定義嘅。如果你想改變人生，唔好諗住要做出驚天動地嘅壯舉，試下下出嗰1%嘅改變。由今日嘅2分鐘開始。多謝大家睇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嘅深度拆解幫到你，請記得訂閱、分享俾朋友。我哋一齊每日進步1%。我哋下次見。